一次拍巴士啊！好，你第一次啦。我拍 A。
啱好多 Q 出，而家好多事情。師兄嘅雙胞胎有雙胞胎。放大一啲，好豬，放大，放細，嚟啦！好撚多都係去何文田嘅，呢班係去黃埔嘅。點解咁少去黃埔嘅？好似三五。自己翻嘅喎，係咯。影到3架啦！其實你而家唔使等佢走嗰時。爆炸嚟 Hello， ！Hello， 思又見到你啊！終於嚟咯！啦！我放近啲。快啲啦！爽！一聽到師唱嗰個聲音，我即刻舒服晒。喺度拍嘢，爽！請問下運閘門，請選擇下個閘門，你上大從閘上嘅。做得搞。Q 圈仲喺咩啊 ？Q 圈有嘢就拍啦，唔好睇下。嚟啦，好住。
E500嚟啦，係啦，其實你唔使咁早住。係啊，第一次拍巴士喎，你第一次。 98A， 有，B9TL 16。嚟啦，好嘢！哎呦！喂，又嚟啦，601，619。太多啊！又有1A 14，有啲好嘢喎。邊會要飯會咯？幾乎都有喎。